是伊也其他的作品，其实咱嘛可以看到几道相同的东西哦，像安尼像那个周田地杯个散文地杯，咱会看到伊描写遐个西摩耶是同西来共用一个田地里一个工作，一个周田哦，他甲因的分配的工作无共用。西来的做辛苦是咧饲牛来田，西摩耶呢来做遐个田神哦。毋免讲，古说来讲是客家嘅西摩耶地位，西摩耶毋会读个小教哦，从不会太极，因为毋会从不会做西，从不会做西哦。像遐个立山农场地位嘛有西来的讲，有南讲，有五讲，沿共用起个农场地位来做西，他家己过得几好，可以互相冲山过来交流哦。西来的同西摩耶沿用迄平等，可以共下来工作哦，毋免讲西摩耶像起乌卡做事哦，西摩耶嘛有西摩耶嘅工作，西来的有西来的嘅工作，毋免讲说讲西来的几厉害，全部伊来做，西摩耶嘛会来分担哦。是也其他嘅作品其实对西摩耶嘅描写，就迄几能力，言辞呢一定会含几夹。西来的嘛是，西来的毋对正袂爱几温柔，总毋得对言毋尊敬哦。古说其伊也作品里边，伊对西摩耶其实几尊敬哦，描写下来，每个西摩耶就几厉害，无一只西摩耶毋爱个。西来的当然，西来有西来嘅工作，西摩耶有西摩耶嘅工作，两个西来同西摩耶其实共用平等，共用起啊，为了身份来做事哦，毋会讲毋会像西摩耶或像西来的哦。也迄伫客家文化里边，其实同其他嘅文化比较无共用的一点哦。除了钟离甫，其他嘅客家作家嘛共用对五星的描写哦，咱会看到嘅就是五星几厉害，演墨嘅东西都会做。当然男性是也是个角色就会通一些咯，因为不是咱就会看到西摩耶迄规个家庭的一个重要的支柱哦，迄无遐个西摩耶规个家庭，你就无办法推撑下来哦，无办法推支撑下来哦。因为西摩耶是有家厝地位，其实几重要，就像钟离甫伊写过多品味。正是身份嘅品味同小说地位嘅品味，两个就几位，两个人就几失望哦。现实身份嘅品味都落诶，伊迄天球地位，伊都还拿一个两枚，看到错一拍迄个去，总毋得分错送出来。伊迄做得，伊一家还会去掘菜啊，还去掘子孙的哦。是故事地位嘅品味呢，某个东西就会做，某个东西就会做。生意的嘛会照顾啊，老辈嘅田师嘛会做。立山农场地位其实有几道西摩耶，毋讲像书法，还有烟梅嘛迄几位嘅一个西摩耶哦。还有那个穷法也嘛迄一个几失望嘅西摩耶，市地位嘅西摩耶，每一只就迄几努力几失望嘅西摩耶哦。每一个就迄几健康，安尼是钟离甫嘅小说地位，其实看毋到毋健康嘅西摩耶，从不有几健康，书记几能力的哦。对西来嘅工作，西来同西摩耶工作，伊就可以做几好，抢起乌卡做有卡嘅事情哦，做有卡嘅协调，也是老辈嘅工作嘛，迄几能力哦，嘛系做到几认真，毋会本人讲，毋会输人咩人嘅一个角色哦。也迄是钟离甫小说里本安尼可以看到嘅一个五星嘅描写哦。